各位街坊，今日同大家講下點解台灣想做全球非紅色無人機樞紐，又點樣靠無人機同中國鬥快，同美國傾掂數。台灣工程師拎住部黑色細無人機話100%零紅色，意思係零中國零件。依家美國好多消防搜救部門已經買嚟用，下一步直奔美國邊境巡邏。烏克蘭戰場證明無人機可以反敗為勝，台灣就照辦煮碗。要係台海做個無人機地獄，嚇窒解放軍。政府目標2028年每月砌1.5萬架國產機，聽落勁誇張，但錢已經掟咗落去研發中心、AI、晶片、飛控系統，仲同美國簽咗近1000架攻擊機訂單。中國霸住80%全球市佔，貨又多又平。台灣 Qualtronic 嗰部飛鴻機比同級中國貨貴25%，要平得兩招，一係爆單量，一係高規格專案。於是台灣靠地緣政治揾單，美國同盟唔敢用中貨，就用你啦。政府組咗無人機國家隊，想海外揾客，但真正通過國防部嚴審嘅台廠，淨得4間，原因係要確保零件冇偷紅，仲要擔心烏克蘭戰後產能泛濫，打完仗萬幾2萬架無人機周圍賣，台灣點頂？新一屆特朗普政府未必再扶持台灣自製，可能話 America First， 咁點算啊？台灣廠又識轉身，雷火科技宣告搬部分產線去加州，直接美國製造，希望攬住美國訂單。台灣想成為全球飛鴻無人機供應鏈樞紐，要打成本戰，驗零件，氹住美國，仲要提防烏克蘭競爭。到底2028能唔能夠每月15000架？留言同我講你點睇？鍾意明仔拆局，撳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，下集再見。